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他。让我们将这些都摆在上帝的面前，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在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也让我们学习将自己摆上，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上帝，愿上帝悦纳我们所献上、所摆上的。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经历上帝的同在。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，完全顺服，完全降服，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盈，你的宣召没有怀疑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。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。耶稣，我爱你，喜乐地跟随你。跟随耶稣，我的主，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，完全顺服，完全降服，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盈，你的宣召没有怀疑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
跟随你的时候，其实是你先拣选了我们，因着你的恩典，因着你的带领，让我们领受这莫大的恩典。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，对你的拣选，对你的呼召没有怀疑，因为你让我们在当中去享受在你的恩典与祝福当中，让我们得以侍奉你。主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完全顺服，完全降服在主你面前，让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献上给你。主，你要跟随你的人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当中学习如此的样式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。面对这许多事情，也让我们仰望主你的容面，看见主你过去的经历，也让我们在当中所经历的这一切，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切，让我们在当中去顺服，去听命，去跟随你。让我们不要像那些网一样舍弃了你，离弃了你。或许做了很多好像很好的事情，但是心是背离你的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里面完全的仰望主你的容面，让主你来带领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经文、今天的聚会都仰望在主你手中，让我们透过每一次的聚会、每一次的领受，更深的去经历你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5月8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4章第21节到第31节。列王纪上第14章第21节到第31节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做犹大王的时候，年41岁。他在耶路撒冷统治了17年。这城是上主从以色列各支族中选出来作为敬拜他的地方。罗波安的母亲是亚扪人，名叫拿玛。犹大的人民得罪上主，比他们祖先所做的更惹他发怒。他们在山丘上和树荫下为假神建造神殿，又立石柱和亚舍拉神像来拜。最可恶的是，在境内的神殿有南仓卖淫。犹大人民做的这一切可恶的事，正是以色列人民进入这地以前，那些被上主赶走的外族人所做的。罗伯安在位的第5年，埃及王示撒率军攻打耶路撒冷，他把圣殿和王宫所有的宝物都抢走了，包括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等。罗波安王为了替补这些金盾牌，就造了铜盾牌，把他们交给看守王宫大门的守卫长管理。王每次到圣殿去的时候，守卫就拿着这些盾牌。王离开以后，又放回守卫室。罗波安其他的事迹一一记载在犹大列王史上。这一段时期，罗波安跟耶罗波安之间不断发生战争。罗波安死了，葬在大卫城的王室坟墓里。他的母亲是亚扪人，名叫拿玛。他的儿子亚比亚继承他做王。让我们再用点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4章第21节到第31节，让我们再次来领受，来默想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当我们在这样持续看经文的时候，在这样读经的时候，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的提醒在当中。在前2天经文里面讲到说，耶罗波安他的儿子生病了，他让他的太太、他的妻子去伪装，不要让人家看出来是王后，然后去找先知亚西亚。然而在当中也可以去看到这当中的经文里面所谈的，到底哪一种是祝福，哪一种是惩罚？上帝要惩罚这个家族，但是却特别怜悯耶罗波安王的这个儿子，唯独这个儿子是上帝所喜悦的，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再让这些恩典继续存留下来，所以唯独这个孩子在他妈妈回去的时候，在那一刻断气死了。但是在这整个家族里面来讲的话，唯独只有这个人得以好好的善终，其他的人后面圣经讲到说，死在城内的被狗咬了，被狗吞吃了；死在城外的被鸟吃了，都无法善终。最后这个王位也会给其他的人。其实在列王纪当中一直在谈的就是一件事情，要不要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当你做了这所有的一切事情当中，唯独一件事情没有做，就是悔改认罪，回到上帝面前，让上帝来带领。唯独这一件事情你要不要做？所以当我们在看整个列王纪的时候，有没有抓到这个点？到底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的是钱、王位、权，还是你要上帝？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在讲，连耶稣后来也讲说，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这些都加给你了。其实这些人看为很重要，但上帝看为不重要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从大卫到所罗门到耶罗波安，甚至可以讲罗波安，在当中，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心在哪里？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前面的经文里面在讲到的都是讲到耶罗波安，而接下来这一段在讲罗波安，也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。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做犹大王的时候年41岁。当他做王的时候41岁，我们来回想所罗门当王几年？40年。也就是罗波安1岁的时候，他大概周岁前后，他爸爸做王了。所以所罗门在他当王之前，已经结婚生孩子了，已经跟这个亚门人拿玛结婚生孩子了。所以在那之前，我们看到所罗门已经是跟外族通婚了。所以这段时间，我们教会从4月1号开始再一次在推动我们的1年读经。在这段时间已经进到生命记。当你在看这摩西五经里面，所谓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跟生命记。再过这2天就会把摩西五经读完。在当中一直在读的里面一直提到的，在摩西后来这些一直在提到的，上帝在提到说，不可跟当地的迦南人来通婚，不管是娶他们的女孩子或女孩子嫁给他们的人都不行。上帝一直在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这边做的，在他还没有上那个位置之前，他就已经跟亚门人拿玛结婚生孩子，已经通婚了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常常看说，之前在提到有很多人在想，是不是他当王之后娶了埃及的公主，然后开始堕落，开始掉入在那当中。回来再看，不是，从他上位之前就已经这样子了。所以他已经娶了外族人，而且生下了一个孩子。他后续的这40年，有很多事情在发生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了所罗门，其实在他上位之前就已经埋下了这些伏笔了。所以在他年老的时候，开始去拜其他的神、其他族的神。
或许他的太太拿玛在当中也有所贡献，所以他可能也跟着去拜。这边讲到说，耶罗波安上位的时候41岁，在耶路撒冷统治了17年，所以他最后是58岁。这城是上主从以色列各支族中选出来作为敬拜他的地方，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特别拣选了耶路撒冷，在这当中建造了圣殿。所以前面的经文也讲到说，上帝特别拣选这个地方，让大家来到这当中一起来敬拜他。这个地方成为圣城，这个殿成为圣殿，而且他也在山上，所以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也在说，让大家向着那个方向去看到圣殿，看到耶路撒冷，往那边去看，往那边祷告，求主你就聆听，求上帝你就赦免他们，聆听他们的祷告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许多事情，是不是回到上帝面前来看？这地方是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是上帝拣选的，是上帝允许人在这当中来敬拜，回到这当中。所以当我们在看生命记的时候，会看到上帝透过摩西跟他们说，以后上帝会找一个地方，是上帝所拣选的地方，让你们来敬拜他。在摩西的时候，上帝透过摩西这样对以色列人来讲。在撒母耳记，在列王记的时候，这边也很清楚知道，上帝就拣选了耶路撒冷城，这地方建立了圣殿，这地方也建造了王宫，这地方后续也在这地方成为上帝所祝福的地方。所以上帝特意留下这个城，以及可以管理这个城的支族，也就是犹大。其实上帝也让犹大这支族进到这地方管理统治的这里。所以当扫罗王的时候，这地方就是犹大支族的管理的。其实也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，这地方就赐给犹大支族，后续这就成为一个国。所以在当中，从扫罗王那时候就已经有这样大概区分了，那10个支族跟这一个支族。所以后续我们看到，当大卫当王的时候，是先在犹大当王7年半，最后再加上北国加进来的33年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耶路撒冷城，上帝在当中让他们在这里建造圣殿。所以从各支族中选出来作为敬拜的地方，也是从这12个或这11个支族当中选出来作为敬拜上帝的地方。然而上帝把这最好的福分祝福给犹大，透过雅各在祝福给这些孩子们的时候，特别祝福给犹大。犹大就像那狮子一样，特别的祝福给他。所以犹大的人民得罪了上主，比他的祖先所做的更惹他发怒。我们看到这当中，上帝特意的祝福在犹大这支族，但是犹大的人民得罪了上主，比他祖先所做的更惹他发怒。他的祖先是谁？他的祖先可以说是所罗门，或者是我继续往上推，更惹他发怒。为什么更惹他发怒？其实当中也可以看到，这罗波安他所带来的这许多的事情，也可以看到这外族人的妈妈可能也影响他很大。其实我们看到所罗门他要统管他的后宫1000多人，能够花多少时间在拿玛身这边，能够在罗波安的身上，但是他妈妈可能全心全意的在这孩子身上，所以孩子很自然的就跟着妈妈走。妈妈在拜那些，他就跟着拜，他的生命是这样被塑造起来的，所以他很自然的就跟着他的妈妈来走。为什么这边特别要讲说他的妈妈是亚扪人拿玛？也就是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生命很多时候不是跟着父亲，而是跟着母亲，因为母亲影响你的时间比父亲还长。
从在母腹的时候，一直在出生的时候，一直都是母亲来乳养的。尤其是在这样的王室的家族当中，父亲能够花多少时间在孩子身上？不像这个时代，很多父亲可以花很多时间在孩子身上，生一个或两个，可以花他全部的时间在当中给这一两个孩子。但是以前他没有办法花这么多，所以都跟着妈妈。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就提到他的妈妈是谁，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的生命的展现是如何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在山丘上和树荫下为假神建造神殿。对我们来讲不难想象啊，当我们去爬山，当我们出去玩，当我们去乡下的地方，当我们去许多地方，其实现在很多已经都不太是称为乡下了。当我们去到山上，可以看到山上有很多地方都会在树上、在石头上、在许多地方都绑着红带子。在许多地方，大家看到那什么景象，然后就开始在那边拜，一个拜、两个拜，很多就跟着拜。拜到某一个程度，就盖个小庙，盖一个大庙，庙就这样成了。很多坊间也是如此，就像为着某个东西风吹草动就开始拜，庙就成了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那时候原始宗教，那时候的迦南人、迦南地里面的这些人，或者是那时候的以色列人，很多也都是如此，看到风吹草动就觉得有灵在那当中，就建神庙，就开始拜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边在讲的，在山丘上和树荫下为假神建造神殿，又立石柱和亚舍拉神像来拜。所以当中有这样很多事情在当中要拜。我们看到台湾人也是如此，看到什么东西都要拜，拜这个拜那个。所以当他们出埃及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其实上帝也在提醒不要做这些事情。所以在那当中，当我们在看申命记里面的时候，也特别提到上帝透过摩西这边讲到说，你们不需要去了解迦南地那边的人，他们拜的神，他们怎么拜那些神，怎么去服侍那些，你们也不要学他们这样去拜，这样去服侍他们的神，你们也不要用那一套来在我身上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已经预见，如果迦南地没有弄清楚的话，没有把它清理干净的时候，后续的情况就会是某些状况就会出现了。确实我们看到后续就一直出现那些状况，很多事情就这样出来了。当他们后续在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真的可以回想到在申命记、在摩西当中他讲的那些事情。所以那时候的人其实他们也很好奇，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去看到庙，我们可能会觉得庙会很好玩。就像现在很多庙，他们都在带着他们那些偶像去出巡，一间觉得很好赚，另外一间也要跟着学。现在有很多间都在带着那些神教什么到处去出巡。在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在当中，也很多人就觉得很有趣，然后就想要去了解、去参与。我知道有很多人、很多弟兄姐妹也会跟着那些去出巡，去想要去了解他们，去看那些好玩的，甚至有些人想要去贪小便宜，在跟着这些出巡的时候去吃吃喝喝的，觉得很好玩。但是是不是就陷入在那里面了？所以在那时候，上帝就跟他们以色列讲说：你们不需要去了解，不需要去参与在那当中，不用去看他们拜什么神，不用去看他们怎么拜，不用去看他们怎么服侍，你们要把它清理干净就对了。该烧的就烧掉，该丢的丢掉，该毁坏的、该磨掉的就磨掉。但是我们看到这当中，以色列人他们却在这时候却是这样做，他们自己去造了假神的神殿，
立了石柱，甚至做了这亚瑟拉女神的像来拜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这很多，其实上帝在摩西时代已经透过摩西在说这些事情，已经透过摩西要他们不要做那样的事情。但这时候的以色列人，不管是北国的以色列人或南国的犹大支族的人都一样，他们也都陷入沦陷在那当中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让我们去看到以色列人为什么上帝会说他们很可恶，他们做了这些可恶的事情，就是他们一直这样子，他们不愿意顺服在上帝，上帝透过摩西所说的，他们没有照着做。所以在当中这边也提到说，最可恶的是在境内的神庙有南昌卖淫，这不是在耶和华上帝的教导当中会出现的，这是在他们以色列犹大境内当中，在那个地区里面有很多是用这样子，不管是男娼女娼，甚至是儿童，他们都会用这样的方式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这边特别提出来，在犹大的境内竟然会有神庙，甚至有男娼在卖淫。所以这都不是上帝所允许的，但是却是在这个国家持续在发生的事情。所以犹大人民在这一切可恶的事上，在做这一切可恶的事，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有没有在做这可恶的事情。上帝叫我们不要做的，但我们却一直在做。而他所做这可恶的事情，正是以色列人民进入这地以前，那些被上主赶走的外族人所做的。所以这不就是上帝那时候透过摩西说的吗？其实上帝的命令下来，要他们把这些人都杀死，把这些都清理干净，把那些神像能烧的烧掉，不能烧的把它研磨掉，把它处理掉，不可留下来，也不可留下这些外族人。但是他们把这些人留下来了，他们也跟着他们去拜。所以我们看到那时候之后的以色列人陷入在那当中。而所罗门他在上位之前就这样通婚了，而后续他也持续在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也影响了他的后代，也一样去拜外族的神，甚至做了这些上帝所看为恶的事情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要陷入在这里面吗？还是你要悔改，回到上帝面前，不再去做这些？所以在摩西五经当中，或者在撒母耳记、列王记里面，一直在讲的是，不要把那些外族，不要把那些其他信仰的东西带进来。用台湾来讲，就是不要把那些佛教、道教、回教、民间宗教的东西带进来。当你开始带进来，就是堕落的开始，就是败坏的开始，也就是很多可恶的事情会开始一点一滴的来侵蚀在这当中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那时候摩西的时候就已经在讲这些，不要让那些外族由迦南地的人民所做的一些事情，让这些存留下来，不可让那些存留下来，要让耶和华上帝的这信仰纯粹，你跟随上帝怎么交代摩西的，就照着这样做。所以我们就是需要这样来跟随啊。但是我们反观我们现在，我们是不是也带了很多其他的那些信仰进来？当我们没有站立得住，其实我们会觉得很正常啊，我也是这样做。那是不是因为你也这样做，所以那些新来的人你就跟他说可以这样做，所以整个教会就乱了？我们看到以色列就是这样乱了，因为上面的人觉得可以，后来的人也就觉得可以，就越来越放大。所以当中整个国家就乱了，就一直陷入在那可恶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就觉得可以这样做啊，可以这样做啊，我听说什么可以做，什么可以做，但是没有回到上帝面前，这就是一切的乱源。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罗波安或伊罗波安都一样，他们一直在跟随这些世俗的在走，所以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回到上帝面前来，他们一直在做那些上帝看为可恶的事。所以在罗波安在位的第5年，也就是他46岁的时候，埃及王示撒率领军队攻打耶路撒冷，他打进来了。
看起来罗波安他们也没有能力去阻挡，所以他就把圣殿和王宫所有的宝物都抢走了。我们可以去想，前面所罗门王他在建造圣殿跟王宫的时候，花了20年建造了这所有的东西，用了很多几万两的金子在打造，做了这许多的宝物在当中，各国进贡的非常的多。在那一夕之间，埃及所有都带走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包括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，所有可以带的都带走了。所以他的孩子罗波安只能用铜盾牌去打造的铜盾牌来替补这些，把他们交给看守王宫大门的守卫长管理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他父亲的国度不是很兴盛吗？但是最大的问题是，从所罗门的后面那几年，他离弃了上帝，他的儿子也离弃了上帝。这是最大的原因。当他们离弃上帝，去拜其他的神的时候，他们的国势就往下掉。甚至可以说，整个以色列国度，他们只剩下犹大。而且后面也在讲到说，耶罗波安跟罗波安的战争一直持续的。所以在这样一直打仗的时候，他们当然会疲惫，当然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强盛。这边提到王每次去圣殿的时候，守卫就拿这些盾牌，王离开以后又放回去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一直记载，都有记载下来。耶罗波安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，罗波安记载在犹大列王史当中。所以这边提到说，罗波安跟耶罗波安之间的战争不断的发生，这南国北国一直在发生战争。其实我们看到这世界里面也一直是如此。以前我们看到的东西德，以前我们看到的很多都是如此，都是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几乎都是兄弟。所以从以撒跟以实玛利到这边看到罗波安跟耶罗波安，也就是北以色列跟南犹大。我们看到这当中刚讲到东西德，现在东西德已经合一了，统一了。现在还有南北韩、南北越、中国跟台湾，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还感觉应该都在一起的，但是一直不断有这样发生。不管我们的政治立场如何，但更重要是回来看，如果用罗波安跟耶罗波安来看，他们真的应该是成为同一国的，但是这当中他们因着不顺服上帝分裂了。所以在分裂当中，他们依然两国都是不顺服上帝的人，都是上帝的选民，但却一直在走偏路，一直不断有内在的冲突出现。这样的冲突从外在来看是两国的冲突，但是更深的来看是他们跟上帝的冲突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往前去看撒母耳记里面在讲的那种冲突，在扫罗王跟大卫，但是更重要是看到的是扫罗王内在的冲突，跟他跟上帝的冲突。所以这当中虽然一直有很多事情，但是并不是战争。那边一直在讲的是扫罗王一直在捉捕大卫王，不是发生这样的战争，大卫王一直在闪避。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里面所提到的是北国跟南国不断的战争，罗波安带兵去攻打北国，或耶罗波安去攻打南国，一直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。而在当中我们真的看列王记的时候，是内在的冲突更多。内在耶罗波安跟罗波安他们王位都坐不稳，他们都害怕这一些。耶罗波安一直恐惧的他的位置会被抢走，所以这当中他要更稳固的自己的位置，就要把南国打下来。但是这当中他们都没有看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回到上帝面前，回到上帝面前来悔改，来认罪，求上帝赦免。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列王记的时候，真的很重要一点，
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，来悔改，来修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要来，因为在当中人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一些，所以耶稣来就是让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桥梁。耶稣说，若不借着他，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，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帝复合。我们因为借着耶稣，我们可以有这样复合。我们看到罗波安跟耶罗波安这事件当中，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放下来，所以耶稣所带来的就是让我们虚己，让我们不再是看见自己，而是回来看见上帝。所以这当中更重要是回来看见上帝。再继续我们往下看的时候，会看到北国一直出现问题，但南国后来有几个王愿意悔改。当他们愿意悔改，上帝的恩典继续的不断的恢复在他们当中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这两个国家一直在打仗，一直在打仗。最后17年之后，罗波安死了，葬在大卫城的王室坟墓里，所以他也在位不多啊。刚刚经文里面讲到说17年。这边再次提到他的母亲亚门人名叫拿玛，他的儿子亚比亚继承他做王。所以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取名可能都会一直重复，名字都很类似，所以要很清楚知道他的父亲母亲是谁。而在当中刚才提到，因着了解他的母亲，也可以了解耶罗波安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。因为他的母亲是外族人，他的母亲应该也不信耶和华上帝，所以也带着他去拜其他的神。所以对他来讲，在耶和华上帝这个信仰当中，应该也没有根植在他的生命里面，所以他也很难回到上帝的面前来。所以这边最后提到他死了，他的儿子亚比亚继承他做王。所以这是大卫的第4代亚比亚来做王。因此在这里面让我们去想，在这所有事情当中，其实我们一直在看到外在的现象，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一直在看外在的现象，不管是罗波安或耶罗波安，我们一直在看到外在的现象，我们一直在处理这许多的事情，而在当中我们也发现无能为力。罗波安他面对埃及的攻打，他无能为力，只能让他们打进来成为附属国，东西被他们抢了。在当中他也一直在寻求他母亲所信仰的神，或他父亲后续那些后宫所信仰的那些神，盖了许多的神庙，在山上，在树荫下，在许多地方盖了神庙，做了许多他努力在做的，但这些许多事情也一直在得罪上帝，一直在得罪上帝，做越多得罪越深。所以许多时候也是如此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不要做还比较好。当你什么都没做，你可能没有来敬拜上帝而已，但是你做了很多，导致你一直离上帝越来越远，一直盖神庙，一直在做法，甚至刚有提到说更可恶的是在神庙里面有男妓在卖淫，所以做的非常多，离上帝更远。唯独一件事情没有做，就是回到上帝面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，也让我们回来上帝面前来思想，在这些经文当中，上帝提醒了什么？上帝讲了什么？在这经文当中，上帝要对你说什么？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需要有上帝的同在，不是一直在寻求外面的，不是一直靠着自己的能力，靠着什么东西在努力的在追求那些，而是我们需要回来上帝面前。当我们在看到耶罗波安、看到罗波安王的时候，发现他们一直在寻求外面的力量，但是却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寻求上帝的心意。让我们有一些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，让上帝对我们来说话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看到在当中你很愿意赐福给我们，你赐福给以色列人，你赐福给大卫、所罗门，你要赐福在我们当中，赐福给我们台湾，给我们综合教会，给我们这许多弟兄姐妹。然而也让我们在当中去看到我们的生命该怎么走。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主你的荣耀，我们要来到你面前，让主你来带领我们。我们花很多时间，透过自己的能力，透过自己的人脉，透过自己所有的资源，在运用，在做了许多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也跟耶罗波安、跟罗波安一样，我们唯独忘记了来到你面前，来寻求跟你的关系，将这些难处都交在主你的手中。当耶罗波安他的儿子要死的时候，他去找亚西亚先知，但是在这当中，他也只是寻求他，并不是在找上帝。罗波安也是如此，他不是来到上帝面前，他却是做了许多得罪上主的事情。在这两个王当中，他们自己犯罪，也带领了他们整个国家一起来得罪上帝。在当中，他们所做的都是如此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有可能陷入在这样的情况。主啊，愿主你赦免我们，愿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陷入在当中，让我们不陷入在得罪你的情况里面，更不要陷入在那当中，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来得罪你。让我们单单的依靠你，因为主你说，当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主，让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其他这一些主你所看为不重要的事情，也都会加添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但是我们常常所看到的是后续这些，我们想要你后面加给我们这些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先认罪悔改，在我们所做的这许多事情当中，在我们所得罪你的许多事情，求主你赦免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不再得罪你，让我们在当中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再去看这世上这其他的信仰，他们在做什么，他们的神长什么样，他们怎么样去服侍他们的神，而是我们单单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用你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你，用你透过摩西，透过圣经里面的教导，透过教会的传统教导我们的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敬拜你，怎么样来服侍你。愿主你带领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恭敬的陈列在主你面前。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愿你恩待我们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